搵好工同搵愛情一樣，信嘅人好多，遇嘅人好少。如果唔係一段長久而穩定嘅關係，我係好中意你嘅，咁又點啫？唔 work 啊嘛。愛情講三觀，其實工作都係。老闆重視工作效率、顧客滿意度同團隊建設，Gen Z 希望 work-life balance 有意義又 flexible 嘅工作。其實兩者並唔衝突。廣告業務新人，Gen Z怕辛苦。咁如果我話有多一日假，你會唔會跟我走啊？為咗幫助老闆同 Gen Z 揾到真愛般嘅 perfect match，Hong Kong 4A 誠意推出 Fall for Love 職場配對 App 平台，令雙方互相認識、進行面試、深入了解，從而激發彼此對廣告行業嘅熱情，吸引啱 key 嘅人遇上，快速促成老闆同 Gen Z 嘅配對。利用呢個 App， 老闆可以 set preference 揾到自己需要嘅人，同時需要選擇係咪願意推行4天工作周。當老闆選擇4天工作周，就會得到一個視正認證。喺 App 入邊就會享有1連串進擊搶人特權，可以獲得主動權，率先 match 全港高質 Gen Z BB。系統會自動將 GPA 高、獲獎量多、profile 精彩嘅 Gen Z 放入高質組，老闆可以隨時查閱佢哋嘅 profile，表達愛意。選擇4天工作周嘅老細們，亦會得到更高嘅曝光率。Gen Z 喺揾工嘅時候就會率先見到其公司嘅 profile 同埋邀請，而選擇5天工作周嘅老闆就只可以靠緣分隨機配對，你嘅緣分就會同匹配率較低嘅 Gen Z BB 連上，或者以 App 內置嘅 GPS 功能遊走全港各區偶遇高質 BB。當系統 sense 到你遇嚟遇去都遇唔到一段至真嘅熱誠，系統就會再次提出邀請，只要答應推行4天工作周，就唔使為錯過全港高質 BB 而後悔啦。而喺對外宣傳方面，Hong Kong 4A 會派 Gen Z 代表到全港 4A 公司樓下於午膳時間進行大型演唱告白行動。每日太過愛你，我會擔心快啲灼死你，何時我每次都快知不覺越來越驚你，腦袋不停為你轉到企不起，你想我笑，我想你怨你，我4日想陪住你。唱出愛的訴求，邀請 4A 公司支持轉型4天工作周。同時，我哋亦會推出一系列嘅配對 OOH， 與各大 Hong Kong 4A 廣告公司嘅作品合作，以作品說話。由 Fall for Love App 認證嘅4天工作周公司，以出色嘅廣告吸引 Gen Z BB 注意，令佢哋主動透過 App 認證公司。另一方面，我哋會邀請 design 畢業生使用我哋嘅 OOH 放置於佢哋嘅畢業展，令廣告公司更容易透過 App 聯絡到佢哋。最後，我哋會將所有 OOH 同 Reel 上載到 Hong Kong 4A's IG 進行網上宣傳。4A Fall for Love職場配對 App 呢個 App 會先喺 4A 公司試行，其次亦歡迎所有香港 agency 加入，為老闆同 Gen Z 建立平台，展示4天工作周喺搶人才方面嘅優勢，同時消除 Gen Z 對 work-life balance 嘅憂慮，重新 connect 老闆同 Gen Z， 令雙方揾到工作三觀 match 嘅對象。想揾真愛般嘅 perfect match， 隨緣係唔夠㗎，要主動出擊。都要喺呢份愛加上一個期限，我希望係1萬年。咪，計返條數，4日啱啱好。廣告業冇人咩？以後唔怕冇人。Hong Kong 4A's 4 Day Fall for Love Fall in Love。